讲到什么上界拍咧，珍惜这个资源，尊重这环保是上时行上界拍。即马这环保长时行，新竹县政府即马也成立一个竹甲的产业团队。这个团队咧，因是利用这竹甲的纤维特色，研发出家己这环保的猪，啊个这餐具，也已经摕到2项德国的认证咯。无论是速供，也是食饭用的猪甲汤匙啊，都是用竹仔原料做出来。最近几年，大家渐渐用纸做原料来代替塑胶用品，不过有的顶头同款有塑胶膜，无法度完全回收。即马透过技术，利用竹仔做环保餐具的原料，会使100%解决问题。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家庭的后院，或者跟厨余一起处理。那依照这一次的实验的结果，我们是在252天达到95.82%的分解速率。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在大自然的环境中，只要252天，它就会完全消失。竹仔餐具除了会使短时间内在土壤内底完成自然分解，而且生长快速，用竹仔做原料，更加会使减少对树林的破坏。竹子它成长刚刚说大概4年到5年就长得很粗的，就可以拿下来做各种应用其他的树木大概要10年、15年、20年。所以我们固碳的效果呢，是比那个热带雨林都还要高2-3倍。这项技术佫摕到德国可分解材料家庭堆肥证书、甲生物可分解材料工业堆肥证书。团队表示，未来希望在新竹打造一条完整的竹仔餐具产业链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